台积电准备伫嘉义太保的南科嘉义园区起2座先进封装厂。第一厂动工的时阵，可能有误着这位置，已经暂停施工，也委托着考古团队进行抢救。最近伫面册社团有人伫咧找协助考古的人员，一工的薪水是1700块，按算要找60个人。台积电伫嘉义太保南科嘉义园区的先进封装厂的厂址，真侪重型机具进驻。除了科技产业的人力，台积电敢嘛需要考古的人才。当地真侪面册社群出现即个找人才的消息，才讲台积电嘉义厂着急要找考古挖掘的人员，一工薪水1700，按算找60个。我们现在农工一天也都1500、1600了啊，所以根本意愿就不高。你们那个又那么热，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去看一下，所以没看过考古啊。对啊，1700，我觉得这个不无小补。当地居民认为讲，农工一工的薪水就超过1500，考古都要曝日，一工薪水才1700，恐惊是歹找的人。但是嘛有人真想要试看卖。根据了解，这个会是台积电委托的考古团队，请其他的公司来斗找人，并不是台积电直接来找人才。南科管理局嘛证实，第一厂已经有台积电委托的考古团队进驻啊。抢救计划嘉义县政府已经同意抢救，所以他已经考古团队进去把那些文化遗址做抢救。那抢救完的话，就可以再复工。目前就是抢救阶段。南科管理局讲会全力来帮助台积电，第一厂暂停施工延误的机电，业者会用赶工的方式来补。目前第二厂正在整地和申请建造，整体的施工计划是袂有伤大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